大家好，今次影片會講2025年 DSE 數學卷1第19題 B3。之前嘅影片已經求得 cos 角 IP，Q 等於3/5，而 IQ 嘅距離等於5平方根17。題目再多一個點 R， 令到圓 C 成為三角形 PQR 嘅內切圓 inscribed circle， 然之後再多一個半徑 R， 而 R 係三角形 PQR 嘅外接圓 circumcircle。我哋需要判斷 R 係咪大於 PQ。我於圖中加上 R 及點 O， 點 O 咧係外接圓嘅圓心。大家需要留意角 PRQ 同埋角 POQ 嘅關係。角 PRQ 係外接圓嘅圓周角，而角 POQ 咧係外接圓嘅圓心角。兩隻角都對住弦 PQ， 所以呢兩隻角嘅關係咧係圓心角2倍於圓周角。所以會計角 PRQ 考慮三角形 PRQ， 大家需要記得內切圓嘅圓心係三角形嘅三條角平分線嘅交點，所以可以分別求得角 QPR 同埋角 PQR。用三角形內角和可以求得角 PRQ 等於 28.1 度，而角 POQ 咧係佢嘅2倍，等於 56.1 度。最後考慮三角形 POQ，PQ 係25，角 POQ 係 56.1 度，而 OP 及 OQ 都係半徑 R， 求得 R 嘅長度係 26.5625 大於25，所以同意題目嘅宣稱。完。